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鲜导数台头先就来报连载。台北市某一个西雅会去民众检举，讲因在咧餐会顶头有人无挂水，也毋过达到伫咧敬酒。目前台北市也正在调查，看看敢有违法防疫规定。8大行业有机会恢复营业，毋过敢若限定 KTV、NTV 电子游戏场，都也算一寡行业特殊娱乐业无包含在内。央行要施行压制房地产限制买第二间贷款的趴数，也无宽限期，这对一般民众想要换厝会造成影响。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7个带病入境。讲到这个本土病例，就是一个昨昏鸿海集团工程师，经过再一届检验路，确定伊来确诊。另外，所落来就是双十连假路，各地头拢会举办活动，不过受到疫情的限制，人数拢有下降真济。若准想要参加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只是增加一个本土病例，伫新北市，也就是鸿海子公司，一个20多岁女工程师，抗原检体经过昆阳实验室复检了后，判定是阳性确诊。CT 值很高，那也有阴阳的情况。那不过因为昨天也有验出一个双基因的阳性，那加上我们专家的一个讨论，那我们还现在把它判定成是阳性。指挥中心也公布最近一礼拜经过移植病例基因定数结果，新增加2例 Delta 变异株，而且有一个人是完整做过2剂 A7 疫苗，是突破性感染。目前国内有检出151例 Delta 变异株，7月到9月中经过移植确诊个案当中，有2成1出现突破性感染。总共有76例，那这76例境外入的突破性感染呢，就是大概在7月到9月当中，总共的359名境外入病例当中，就占大概是21%，2成左右。另外，指挥中心表示，因应疫情，今年国庆活动降在真济。10月7号伫新竹市举办的晚会，原本场地会有1-2万人，会降价2500人进场。双十节第一天，伫凯道举行的国庆大会会降价6000人入场。伫高雄宴会会安排伫港区办，四周围的民众拢能欣赏。以主办单位规划场合来看，应开放2万多人入场，每一个位爱计1公尺以上。庆筹会这边会注意疫情的这个转变，那随时去做调整。那三个活动都会分别提出这个防疫措施、防疫计划。针对部分台商伫中国已经做第1剂中国疫苗，等到台湾了后如何做第2剂呢？指挥中心强调，会同意因伫台湾做第2剂，研究选择疫苗，要如何做月底专家会开会做确认。未来第1剂会以 BNT 为主，第2剂是以莫德纳甲 AZ 为主。也看疫苗进会情形来做滚动式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长苏贞昌今日去到立法院进行机组人员隔离3+11决策过程专案报告。苏贞昌有向咱的民众来回示的，不过伫咧这个报告内面来显示讲是无证据来证明3+11的政策造成防疫空窗。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向媒体表示，讲这3+11和800人死亡是无牵连的。伫下晡的疫情记者会当中，也搁再强调，这2件代志若准是硬要扣做伙，就要有证据。台湾5月份的疫情是真严重，外界甲防疫空窗，指向机组人员的防疫3+11政策。行政院长苏贞昌24搁一届去立法院做国际航空机组员隔离3+11决策过程的专案报告，嘛补充4页的报告，而且正式甲大家回示的。不过国民党团是真不满，批评讲因根本就是咧下提责任，表示国会。除了伫咧党团协商的时阵，无法度甲民进党团达到共识，搁霸占议场阻挡议事的进行。我们对立法院的议程安排，我们都尊重。我只有期望政府不要空转，人民纳税钱不要浪费。800多个人确诊者死亡，亡者的道歉，更没有跟他的家人道歉。因此，我们党团觉得这个报告又是在虚应故事。苏贞昌报告的内容，讲到看到民众因为疫情受苦，对每一条真宝贵消失去的性命，是感觉真遗憾嘛真失礼。不过，这个报告嘛显示，并无证据通证明3+11的决策是造成疫情空窗的原因。因为卫福部长陈时中去访问到，伊也未对3+11这个决策造成800条人命来回失礼。陈时中是安尼回应的。
这句话是国一届和外界质疑讲，伊甲证人杀甲222，24下晡陈时中参加疫情记者会时阵，是国一届背回讲，根据疫调显示3+11的决策，并无甲陆富的事件有连结，两个是独立的事件，硬要空做一会都要有证据。好，我们当然非常的伤心，也非常的遗憾。但要硬把它跟前面这样连接在一起，那我觉得要有证据。但是我们还希望就未来的疫情不要再扩大，那死亡也尽量能够避免。报告指出，行政部门开会并不是每一场拢有会议的记录，不过这款的讲法在野党是无法度接受，嘛讲因安尼是违法，一直要求政府都要甲造成疫情空棚真正的原因讲好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某一个西雅会去互民众检举讲，因伫咧餐会顶头有人无挂嘴暗，佮去达到敬酒，目前这个行为咧敢有违法？台北市也当咧调查。另外，台北市的部分已经连续2礼拜拢无出现这个找无感染源的病例咯。市长郭文迪也认为讲，这已经接近降级的标准啊。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认为，敢要降级，这是中央来做决定的。台北市一个西雅会8月底办餐会，参加人伫厅台顶演讲的时阵，拢遵守防疫规定挂嘴暗，会场也拢假帮，暗过煞被民众检举。晚宴时阵有人烫嘴暗，佮每一道敬酒。纠正迄一暗伫个在场的西雅会会长伊强调，伊只有徛伫位对大家敬酒。我不是逐桌敬酒，是站在我这个位置上，那个相片就可以看得到。那至于我被检举。说我们有逐桌敬酒这些事情，我自己没有做，但是我也没看到我的来宾有这么做。逐桌敬酒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做调查，调查完毕之后，我们才会做处理。传染病防治法是3000到15000块，但是重点在于说，如果他们的状况是保持社交距离，然后他们是各自有一些安全的距离的话，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困难啊，在执行面上本来就是困难的，你很难要求餐厅的业者去限制他们的一些行为。是不是违反防疫规定？副市长黄珊珊指出，爱过调查。台北市只是本土零确诊，这2礼拜以来虽然有23确诊个案，不过台北市顶一个出现不明感染源的案例是9月11日，市长郭天前会已经接近降做1级的标准。那我们大概已经有14天了哈。台北市没有不明感染源，所以理论上已经接近降到1级的这种标准了。如果真的降到1级，有没有可能疫情反复？答案是当然是有可能的哈。那这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疫苗覆盖率。一定会就疫苗的覆盖率以及当时的疫情状况，还有很多各种面向来做好评估，所以我会尊重中央对降级或是升级所采取的措施。只是新北市增加一个本土确诊个案，针对接触者可能采检拢是阴性，也出自费检验抗体检验的核心诊所。台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指出，确实违反医疗法，下礼拜发出裁决书，倾向上加罚5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8大行业自从疫情爆发到今，已经停业超过4个月啊！业者也呼吁政府就要赶紧互因恢复营业。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经济部有交一部分的防疫指引来，目前等咧审查。经济部表示讲，目前只限定 KTV、NTV、电子娱乐场加倒仔耍这寡行业，其他特殊的娱乐行业是无包含在内的。包厢甲灶骹内底无人，毋过物件是顶甲贵的。外港的休困室，关大嘛乌白平伫咧涂骹。桃园这间茶馆已经4个外月无做生意，虽然室内有经过消毒，毋过一直到今，还阁伫咧等待恢复营业，嘛毋知影要等到当时。还要停多久？每个人都要生活，也只能喝开水过日子，晚上都会下血。相关做指导的人员生活陷入困境。23台南、台中、台北、桃园这4个县市的特殊5路职业工会共同联署，而且甲联署书送交卫福部，希望会当赶紧解禁，通好互伊复工。强调8大行业毋是色情行业的代名词，嘛毋是防疫空棚，建议有条件开放营业。有弹性的开放，给我们先开放一半的空间，然后包厢我们尽量不要超过5个了。明治、洒酒精消毒，
量体温，这都是基本的防疫，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八大行业到今也未解禁，是因为5月中爆出本土疫情。迄当阵罗州西亚会军自案，个案的行踪是包括宜兰的电动间、艋舺茶馆等等的所在，过来就愈传愈大片，引起社区感染。致使全台湾的八大行业无限期停业到大。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讲，经济部已经有送交部分八大行业的防疫指引，也在等待审议当中。原来在我们禁止开放的类别，那有一部分经济部也都送过来了，我们在社区防疫组中间在做审议。商业司嘛讲，已经几啊届甲指挥中心讨论，目前特殊娱乐业，包括酒店、茶馆等等，是要被规划送交相关的防疫指引。我们目前还没有送，它的风险相对上比较好控制的，那我们就会提防疫指引给指挥中心去核定。提的像 KTV 啊、MTV 啊、电子游戏场，然后资讯休闲场，然后桌游店等等。商业司表示，部分的八大行业初步拟定防疫指引，除了10连制登记，日常都要磅体温、专填挂喙罨，也若限制人数的部分，嘛会规划比较会场展览的规定，每2.25平方公尺一个人。也若工作人员注疫苗第1档的注射率要达到60成这个问题，目前还伫含指挥中心规划甲讨论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战前有网红家己去验抗体，却引起争议。不过，台大病院的医生李炳英有伫咧网络顶头公告，讲民众若准想要了解这个抗体变化情形，20岁以上民众会当来参加临床研究，免费家己验抗体。指挥中心表示，讲这项计划是指挥中心委托病院进行 EUA 疫苗监测计划，目的是要观察疫苗的效果。国产的新冠疫苗高端注射了后，保护力一直引起外界质疑。进前，网络红人视差猫自费来检验注射高端了后抗体生成，并且公布这个报告，互台大医师李炳英批评袂用安尼验。不过，这阵李炳英却是伫面册招募抗体浓度临床试验的受试者，即位年满20岁以上符合注射条件，伊阁想要知影讲体内抗体加免疫力变化情形的民众，拢会使免费报名来参加。它的目的就是要看说，我们不只是看国外的数据，我们要看说在台湾人打了以后，到底是它的抗体数据怎么样？那我们也可以去比较说，不同的抗体，不同的疫苗它引起来的抗体反应有没有高低的差别，也会去看它的 T 细胞反应。所以我们只是在比较，不同疫苗之间的一个高低程度的差别而已。李炳英表示，是接受疾管署委托的研究的计划，对国内疫苗注射接种的组合来做研究的分析，分别招募大约100-200人，大约经过7摆抽血的检验来观察受试者体内中和抗体变化，相当追踪18个月。临床的试验已经进行这半年啊，到时这个研究的成果会发表到国际期刊。对此，指挥中心也证实有这款的委托研究的计划。这主要是我们这委托的一个就我们 EUA 的疫苗，那后续的一个它的等于是一个它的一个免疫的持续性那跟它不良反应这样的一个监测计划。另外，外界也关心，为安怎这项计划无成注目的了后，会使搁做辉瑞 BNT 的实验组合。但是中讲 BNT 疫苗最近才拄开始做，恐惊这拢还未开始，未来会伫个计划内底。记者综合报道。那做咱台湾加入 CPTPP 了后，会员国之间的产品就免缴关税，到时阵会影响到咱台湾的农产品。不过农委会表示，这拄好是咱台湾转型的好时机。不过农民甲饲猪仔业者却是拢唔敢想，甚至认为讲政府爱大声保护咱国内产业，甲伤害降到上低。饲猪的人用棍仔甲猪仔赶行顶动，较灵敏的活力，也有健康的状况。今年先面对美国猪肉进口，9月禁止用喷来饲猪，伊佫互饲猪的成本来增加。即阵台湾要争取加入 CPTPP， 若成功来加入，甲会员国中间的关税降低，还会佫再来冲击国内市场。一寡来讲辅导啦，还是讲补助，还是安怎，种迄落措施，无啊对阮猪农才有公平。除了畜牧业、农业相款会受到影响，像是会使放真久的稻米，因为利润本来就无悬，农民烦恼受进口冲击，会让因更加歹生存。一些资材啊，或一些人力、能力成本都一直往上涨。我们交给那个粮商啊，或一些大盘，其实我们的价格其实没有什么涨的。农民烦恼讲生活受到影响，或者是认为讲加入 CPTPP 确实带来进口冲击，因为相反也带来真侪出口的机会，分散外销市场，解决国内产销失衡的问题。有一些关税
或者检疫的等等的这些贸易障碍。今天呢，如果说我们有机会能够参与了这个 CPTPP 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农产品的外销市场，其实是能够打开它的通路。另外，姚龙辉认为，台湾要加入 WTO 的时阵，相关烦恼冲击产业，也阁事后证实冲击无想的遐大。若继续提升品质，做出价小的差异化，台湾农业也是真有竞争力。用品质来对抗低价格的一个米的一个突击，我们也去做了350公顷的高雄147的米，虽然说价格比较高，可是也是能够接受。伫中国也想要加入 CPTPP 的情况下，台湾是毋是法度成功来加入，也毋知影。上受到冲击的政治啊、甲市场的人，虽然会使理解加入带予台湾的好处，也希望政府在争取贸易伙伴的同时，卖互因诚侪产业发展的牺牲品。记者综合报道。第76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已经来到第3天，昨落路的总统也有发言来甲咱台湾相挺，呼吁联合国应该爱接受台湾。另外，昨美国参议院也表决通过自越南的前大使康达出任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的人事案。康达伫咧进前捌讲过，伊会进一步发展非常重要的美台关系。另外，美国众议院也表决通过自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国会会建议美国的国防部就要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的军事演练。第76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即日的第3天，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诺鲁总统按革命透过录影片方式发言，并无出席实体会议。不过，伊是23唯一发言的中华民国邦交国，呼吁联合国接纳亲像是台湾安尼有议员，而且有能力的伙伴。We call on the United Nations to embrace willingly and able partners like Taiwan who share common global challenges and to ensure that the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njoy the same rights as the peoples of other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must live up to its ideals of universality and equality, respecting the worth of every individual. 按革命伫影片内底指出，台湾是全球对抗这届疫情的重要伙伴，因真优秀的表现，无应该互当作无看到。台湾已经做好准备，澳盟只要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来分享经验，台湾应该有权利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参加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同这个时阵，美国参议院以72票赞成、14票反对，表决通过前驻越南大使康达出任国务院亚太助卿人事案。有27年外交经验的康达，捌伫6月15出席国会听证会时阵承诺，会进一步发展真重要的美台关系。To me, Senator, is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rock solid commitment to meeting our obligation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means to maintain a credible self-defense. If I were confirmed, I pledge to the committee that I will work very hard to support meeting those obligations. 康达伫听证会指出，台湾是美国前10名的贸易伙伴，而且台湾伫国际卫生有真关键的重要角色。美方应该支持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面对中国，康达表示会努力让美国伫双方战略竞争内底得到胜利，而且对新疆的整足别决、香港自治、佮有自由、封建塔等代志，向北京追求责任，卖抵制中国无公平的贸易行为。拖延将近3个月亚太助卿人事案，总算伫美国总统拜登就任8个月了后到位。记者郭灿台北有整理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个中学生也开始注 BNT 疫苗啊。伫花莲女中今仔日安排学生囡仔来注，因的注射率有到93%。为着要避免学生的紧张，唔若有玻璃啊这个微调的，甚至佫会放音乐，互因感觉较轻松。不过，伫咧各地头学生注疫苗了后，有真侪人请疫苗假，甚至有的学校是一半以上学生拢请假。有感觉吗？学生面啊，甲甲看了是真紧张。BNT 注落的时阵，伊是大声喊，甲我真疼。花莲有高中时安排学生注疫苗，拢总有1033个学生，其中1000个有意愿注射，注射率是93%。网络病院特别甲注射区用卡顶继续开，减少学生因为注射造成集体晕针的情形。学校也佫有放音乐，互学生较袂遐尼紧张。没有什么特别感觉。是打前会紧张吗？一点点而已，还好。
开始甲学生做 BNT 的第3天，有侪学生注射了后请疫苗假，桃园甲苗栗甚至有学校超过一半学生请假。因为桃园市目前学生注射的人数是29250个人，而是请疫苗假的学生是6144个人，请假的比例降到21%。桃园市教育局表示，目前学生注射了后，大部分是发烧、人痠抖抖、甲筋肉酸痛等等，并无特殊不良的反应。9月22号当天施打了2个学校，在隔天，那有一半的孩子请假。今天我们统计的就稍微减到剩20%的孩子需要在家休息。另外，学生组疫苗嘛影响目前当地进行的全运会女子骹球比赛。云林县女子骹球队16个队员当中，有14个还未满18岁，还未做过疫苗。家长不同意囡仔参加比赛。云林县府发文给大会，表示云林的女子骹球队要放弃这届比赛。家长认为没有施打疫苗，他们不放心那因为整个疫苗的速度跟这个选手参赛的时间没办法做搭配，那以至于让选手这个不得不放弃这次的比赛就有点难过，说不能去跟其他人比赛。台中嘛有学生注射了后出现不良的反应，到日是中昼12点为止，拢总有8378个人注射，有68个人身体不爽快，其中16个人送病院。有部分是晕针那有部分的孩子他产生这个胸闷或者是呕吐台中教育局表示，目前送病院的16个学生，因的症状包括胸腔窒窒、头壳晕、心脏皮肤彩、过度换气等等。除了有2个人留伫病院观察，其他的14个人拢已经倒去厝里休困啊。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发现讲，去到病院无互医生看，干那注疫苗尔。毋过病院煞摕伊的资料去请健保，健保署表示讲，9月初已经甲上百件的诊所因的申请提登去约2600多万回来。健保署会继续来稽查，若准有诊所来违规，就会甲移送法办。做一档就会当增加身体保护力，预防感染新冠肺炎。目前台湾当地的拼新冠疫苗的注射率。不过，健保署最近接到民众的投诉，因为引起医疗院所注疫苗无看病，所伫健保快药通的 App 内底健康记录簿发现有就医诊疗的记录，等于是病院这边会当另外甲健保申请一条费用。医师为了要给予民众退烧药、止痛药这些，所以他会给一个疾病相关的医令，那譬如咽喉炎，那让他这个给药的行为合理化。健保署表示，公费注新冠疫苗，政府会补助医疗院所每一件的处置费甲行政费拢总是200块，注射的绩效嘛有补助。民众去注射若无看病，病院就袂当另外用项目甲健保申请给付。所以8月初就已经发公文，予医师工会等等的医师团体，要求医疗院所都要甲加领的钱吐出来。统计到9月初为止，已经甲几啊百间诊所的钱约到转来，差不多是2600万。民众应该要善用这一套资源来自保自己的就医权利，才可以让这些少数不法的院所可以自律。那再加上健保署加强稽核，那3道把关，才有可能维护民众的这样就医的权利。健保署强调讲，医疗院所只要伫展开调查进前，甲钱拿倒转来都袂追究。所落来会进入稽查的阶段，若是查到医疗院所有违规的事实，毋但爱甲钱拿倒转来尔，情形若较严重者，会停止健保特约的契约，甚至会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食酒赛车是害人又害己，伫咧高雄林园的警察分局有一名姓陈的员警，食酒赛车，今早早起4点过的时阵，开车经过屏东东港大桥，伊阁驶到对向去，驶落桥的时阵去弄到安全岛，目前正在抢救当中。蹦一声是足大声。对啊，无游动，游动，动足远啊，就蹦一下，我还要发生车啊。警察是本分局的诚信侦查组在昨天深夜勤务2点下勤务的时候与另外一名诚信小队长在驻地的休息区饮酒这2位同仁违反我们警察局有关于酒驾的规定经警察局送核先予以各记大过，并调行政警察职务了。
经过抽血检验姓陈的侦查组，伊的酒测值有到1.08毫克。林园分局表示讲，这位姓陈的侦查组下班了后，和其他的同事伫咧警察局的希尔困区啉酒了后，竟然食酒开车，开到这个屏东东港大桥了后，落桥了后去弄到安全岛。详细这个食酒赛车的责任也当咧追查当中。伫咧彰化有一位4岁查甫囡仔去互灵母拍甲乌青结血，甚至佫有烫伤。囡仔的老母指控讲，囡仔的规身躯伤拢是灵母伫家虐待的。彰化县社会处表示，这个姓区的查某人是无拜灵母，目前是找袂到人，警方也介入调查。大腿乌青，脚有一大片的烫伤，下体甚至有开放性伤口。彰化一个4岁姓林的查甫囡仔，全身躯拢是伤，被送去病院急救。伊的妈妈指控，这全部拢是姓区的女母甲伊的当地人所做的。虽然说他的阴茎是叔叔用剪刀用他的，他现在比较难入睡，然后半夜又起来做噩梦。现在洗澡跟我说他要洗那个冰水，我用那个水他就哭。妈妈表示，因为今年6月疫情严重的时阵，伊甲先生因为要食头路甲搬厝，无法度照顾囡仔，就网络找女母。姓区的女母6月14主动敲电话联络，一开始照顾袂歹，到位之时改做全工照顾。过程当中3摆要看囡仔，拢以外厝囡仔咧困做理由来拒绝，一直到7月29，亲身到伊的厝内底发现囡仔全身拢是伤，所以决定提告。彰化县社会处表示，经过调查，姓区的女母无证照。6月到8月之间，照顾过3个囡仔，拢被家长举报，好像是虐待囡仔。目前囡仔拢已经由家长接回去。目前好像已经有两个家庭提出告诉，有2个家庭。那至于是不是有虐童事实这个部分，我们就静待警方的一个调查。那另外针对保姆的部分呢，邱姓保姆哈，那我们查证的时候是确定是没有保姆证照啦，我们会依儿权法来开罚啦，会有6000到3万不等啊。因为姓区的女母户籍地甲住的所在无同，目前无法度联络。查甫囡仔妈妈已经报案，警方要请姓区的女母到案说明。社会处提醒民间，女母为合网站真济，是毋是合法唔知影，建议有需求民众引起政府托用媒合平台。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全世界新闻。德国7个政党的总理候选人23伫大选进前，要做伙进行最后一场的电视辩论会，因家焦点放伫咧外交政策。两位民调赢大胜的政党领袖拢主张讲，爱建立更较强的后明。那讲到这个投票时间只剩3天尔，到单还有4成的民众讲唔知要投互啥人。德国国会大选投票进行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会，甲前2摆敢若邀请民意调查领先的3位政党领袖无共款。这摆7个政党的总理候选人全部拢到位，讨论焦点也对气候变迁、散车就业者国内议题转移集中在外交政策。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现任副总理兼财长肖兹，也有梅克尔基民党的继承人拉谢特，拢主张建立更加强大后明。Wir müssen dafür sorgen, dass wir ein starkes, souveränes Europa bekommen. Das ist aus meiner Sicht die wichtigste Aufgabe, die wir als Deutsche haben. Wir sind das große Land mittendrin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mit der größten Bevölkerung, der größten Wirtschaftskraft. Und deshalb werden wir dafür Sorge tragen müssen, dass dieses Europa mehr mit einer Stimme sprechen kann. Wir haben in Afghanistan gesehen, wenn die Amerikaner abziehen, sind wir nicht einmal in der Lage, den Flughafen von Kabul zu sichern. Deshalb will ich im Bundeskanzleramt einen nationalen Sicherheitsrat einrichten, der alle unsere Informationen bündelt und die Außenpolitik stärkt. Und zum Zweiten brauchen wir mehr Europa. Wir müssen mit einer Stimme sprechen. Wir müssen gemeinsame Projekte beginnen, auch Rüstungsprojekte beginnen, um auch einmal handeln zu können, wenn die USA sich zurückziehen. 头一摆派候选人参加总理大选的绿党候选人贝尔伯克呼吁后明应该有一致的中国政策，安尼一来，互相中间则袂互相来解掉，也主张甲北京讲应该对话甲强硬。极右派 AFD 德国另类选择韦德尔，读册时捌到中国去做交换生，对北京的态度也是各政党内底上开放的，认为应该甲北京建立彼此真自在关系。另一所公布的民调显示，
社民党支持率是25%，基民党是22%，绿党17%，亲中的自由民主党加极右派 AfD 拢是11%，左派党6%。Die Mehrheit glaubt, dass Scholz nach der Wahl Kanzler wird. Aber die Frage ist natürlich, ob er das wird, denn es ist ja nicht ausgemacht, dass die stärkste Partei, so die SPD, dann vorne liegt, am Ende auch den Kanzler stellt. Das ist ja eine Frage, die man erst nach der Wahl erfahren wird. 支持率差不多，大联合政府的排列组合到底边怎来选择，要4成选民也未决定。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疫苗分配无平均的问题，煞变做是这届联合国大会焦点。有真侪非洲国家拢跳出来批评，骂一寡富裕国家一直咧囤疫苗，致使非洲的疫苗注射率无到2%。不过，美国莫德纳药厂的执行长对媒体表示，目前因的疫苗有大量伫咧生产，希望疫情会当伫咧1年内就结束。在富裕国家开放第三剂加强注射同时，非洲的产食国家面临无疫苗通做状况。而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侪非洲国家的领袖批评全球疫苗分配无平均。More than 82% of the world's vaccine doses have been acquired by wealthy countries, while less than 1% has gone to low-income countries. Vaccine apartheid has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in terms of vaccine rollout and availability, with many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eft out. On atteint une couverture vaccinale à plus de 50%, tandis que la plupart des pays africains sont à moins de 2%. 依照世卫组织统计，这阵供应非洲疫苗必须增加6倍以上，才法度赶在明年9月进前达成7成人口注射目标。尽管美国总统拜登讲，明年进前会再关注5亿剂疫苗，也阁未少国家也是呼吁爱共享疫苗的技术，互各国家己来生产。In 2021, we already have up to 95 million doses of Moderna committed to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ncluding with our partnership with COVAX. 美国莫德纳药厂的执行长进行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6个月来，疫苗产能慢慢来扩大，预计到明年中进前，差不多所有人拢有使注到疫苗，就连红衣仔拢有使注到。执行长预测，疫情大概在1年内就能结束。오늘 0시 기준 국내 발생 환자는 2,416명, 해외 유입 환자는 18명이 되겠습니다. 另外，伫南韩受新一波疫情高峰，主要受到中秋假期人口流动急速增加，也佮对疫情管控来放松，造成为着人数创下新高。卫生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确诊人数也会创高，有个可能超过3000例。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因为宗教甲路途遥远的关系，伫咧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居民，到今年5月才开始注疫苗。因为医护人员甲民众要注疫苗，唔爱搬山过岭，甚至有的所在是爱行几工，才会当甲民众服务到。骑着行动冰箱排着牌啊，医疗人员落车了后，就开始往山区的小路行。印度政府今年正月开始开放注射新冠疫苗。严国北部的喜马吉尔邦有一个历史真久的印第安村落马拉纳，一直拖到5月才注射第1剂疫苗。उसमें हमने स्टार्टिंग में तो हमें बहुत प्रॉब्लम आई थी, मतलब लोग मानते नहीं थे, गलत धारणाएं होती थी उनकी, और मतलब उनको मनाना बहुत ही मुश्किल होता था। लेकिन धीरे धीरे करके हमने मतलब बहुत ट्राई किया, जो भी हेल्थ स्टाफ है, जितने भी हेल्थ स्टाफ है, उन्होंने बहुत ट्राई किया, लेकिन अब जाके लोग कई हद तक मतलब माने हैं। मैक्सिमम लोगों ने अब खुद को वैक्सीनेट करवाया है। 要进入喜马拉雅山区，为这居民注疫苗，要坐车到半山，伫山谷内底行一段啊，最后用空中的储轮车转过山坎，才会当进入山区的村落。这段路程要开3点钟到几工的时间，山路歹行，加上信用的问题。一开始村落的居民因为信用无愿意注射疫苗，一直到村落的负责人请技术祈求到宗教的新民同意，才开始注射。फिर बाद में फिर आज्ञा लेना पड़ा, फिर पुलिस डीसी सर सीएमओ, फिर उनके देवता के कमेटी मेंबर जो यहाँ के जो मेंबर रखे होते हैं ना, पुजारी कारदार, उनके माध्यम से लोगों को समझाया गया, फिर लोग मान गए वैक्सीन लगाने के लिए。除了马拉纳，当地阁有其他的村落，拢家己有家己的信仰，也毋过嘛，伫个医疗人员努力之下，陆续注疫苗。伫9月初，规个喜马吉尔邦已经为所有大人人口做完第1剂疫苗。有希望伫11月进前完成规个地区的第2剂，成做印度国内上紧完整做完疫苗的地区。国际新闻电视同编译。讲到中国有影是食人教教，因中国的海警法也写着，若准爬过界外国军者
中国是会当甲因处理掉的。不过，伫个世界各国陆出现中国渔船去亲门大户，去到别人的海域违法掠鱼，而且掠鱼的手段根本拢无伫注重海洋生态，有影是阿爸阁唔讲道理。影片内底听到庆声、警报声，甲阿根廷海巡人员大声伫话休。这是阿根廷东南边的外海，海巡人员翕的影片内底，会当看到这只大型的中国渔船，伫个无法度脱逃的情形之下，敢若会当乖乖互阿根廷的人员去因船顶检查。事实上，这敢若是中国渔船伫个国际非法掠鱼的救渔阴谋。因非法掠鱼的范围，位离中国较近的台湾、韩国、菲律宾、甲印尼，到几啊千公里远南北球的秘鲁、智利、甲阿根廷。便若是渔业资源较丰富的海域，就会当看到中国渔船隔规档来掠鱼的行踪。美联社引用的资料显示，中国像这种远洋渔船至少有3000只以上。美联社甲同款是为美国来的西班牙语电视网环球电视，今年7月份对环保团体船仔挖进采访中国渔船掠鱼的情形。7月中的时阵，伫秘鲁外海，就去有300只中国掠鳣鱼的渔船仔规个包围起来。若要掠鳣鱼，就要伫个半暝，爱先用真长的探照灯照水面，互鱼仔拢挖过来。虽然相关的国家甲中国之间有渔业协定，这中国渔船无算是非法入境，不过中国掠鱼仔的量是愈来愈多，这互这沿海国家烦恼讲，鱼仔可能会愈来愈少，而且因的渔民恐惊佫会掠无鱼仔生活会出问题。有的中国渔船也佫入去生态保护区，安尼嘛恐惊会影响海洋物种的生存。Last year, what we saw when you had the 350 Chinese fishing vessels off the coast of the Galapagos Islands, it was really a wake-up call for the region. You're seeing increasingly vessels travel further and come to this hemisphere to find those fish. 美国海华巡防队顶日才宣布，这种非法掠鱼的行为已经是比海盗更加危险。即马打击非法的渔船，嘛加做海巡未来第一要紧的工作。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指出，2009年南太平洋的地区，敢若有54只中国渔船伫遐活动。不过到2019年，就直头增加到503只，掠鱼的量嘛为原本的7万吨，大幅度增加到30万5千吨。而且，便若这沿海国家派出海巡舰艇，甚至是海军的时阵，这中国渔船就会随甲电火关起来，或者是甲法定就爱随时开的船仔坐标通报系统关起来。有的甚至还佫用无线电来通报假的编号，想要来骗过这批的单位。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央行即马搁再出手要压制房地产的市场咯，锁定六都加新竹县市，若准是买第二间厝的贷款会来进行限制，而且买地要贷款趴数限制。就中人业者表示讲，若准民众已经有一间厝想要换另外一间，恐惊会受到影响。另外，也有学者讲，爱针对唔是家己使用的房地产进行限制，安尼这个房地产的市场才会当压制落来。为要互房市降温，中央银行佫推出新版信用管制措施，锁定六都新竹县市第二户贷款甲买地贷款，工业区我哋用土地贷款成数控管。房仲业者表示，央行即摆出手已经卡到一般交易市场，对一般换厝民众可能会有影响。像是换屋族群呢，他们在换屋过程当中，他如果没有办法顺利的把这个原屋卖掉，而先去购买新房的时候，他会有一段空窗期，就是他必须要同时处理2个房子的房贷。那这样子的话，在没有宽限期的状况之下，那换屋族他的压力，资金相对就会比较重。房仲表示，中央银行即摆地厝价政策虽然有伊道理，啊，不过确实干扰到一般民众正常资产运用。伊政策都必要研究应行配套措施，或者是认为即摆中央银行力度无正大，反倒也是算是经过意识较济。陈述上他已经开始有一些动作，可是看起来成效并不大，也不敢因此锁太重，所以基本上是的确是个警示作用而已。所以应该把利率这部分把非自用住宅利率开始调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做法，才是能够对症下药了。学者表示，政府去年推出地房价措施了后，全台厝价依然是真悬，搁进一步调整房市管控措施，只是目前市场资金真济。中央银行除了取消宽限期、调整贷款成数，也建议应进一步调整非自用主体利率，对非规自用较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
本地疫情伫咧严重的时阵，有真侪客运公司拢伫咧放无薪假。不过中秋连假期间，载客量回来到6成，而且刷落来就是双十连假咯。真侪业者拢取消无薪假，恢复上班啊。新兴铁路客磅体温、国光客运驾驶最近恢复正常的工作。啊，若无伫5月疫情爆发了后，到中秋连假进前，驾驶员工是1礼拜休3天，因为旅客目减少到9成。出游的话，是因为疫情趋缓下来，所以才敢出来，不然前几个月那段时间是完全不敢出门。疫情升3级警戒了后，国光客运家人到宜兰罗东，一天往返剩2转，家人到沙田埔直接工具全部停驶。业者证实差不多700多名驾驶无薪假，然后向政府申请安心就业计划，也就是薪水差额补贴，一直到中秋连假这段时间才停止减班休困。回流的比例跟去年同期比，大概是回升了6成。我也不可能再用安心就业这个，我们就有取消，因为毕竟取消了以后，他们有班可以跑，相对薪资也会比较好。迎接双十连假人潮，运输程度业通报无薪假业者少北京745人，不过只是劳动部公布企业3638件，劳工37919人。甲顶礼拜比起来是差不多侪，亲像大小餐饮业有缘增加430人。其实主要是有2家的这个事业单位哈，这2家的事业单位大概都各自实施了大概有100多人哦。有一间旅馆甲一间连锁餐饮加起来都300多人放无薪假，一个月都3到6天。不过劳动部认为，10月初8进行馆开始启用了后，佫拄到国庆日，有机会带动消费减班休困的状况，有机会转好。记者综合报道。政府为了要防止非洲猪瘟，要求违规的报关行所有货品拢要人工检查，而且防止非洲猪瘟上紧伫12月就取消货品装箱做伙通关的方式。一寡报关行认为讲，这做法是愈来愈严格，政府唔去查进口商，颠倒来查报关行，认为安尼做是无道理。敦干那山的货物也咧等通关配送，就是因为有越南走私的肉制品突破国门封锁，互行政院长真生气，下令加强管制力度。关务署针对违规报关行所有物件人工查检，各可能会停牌、撤销处分，所以引起报关业者不满，出面抗议。我只是一盒月饼而已，里面还没有含非洲猪瘟，它只是含肉类，就导致了我牺牲100%。这公平吗？这合理吗？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工作权。那你是不是这查到这个违规的，你就是要去处罚进口人呢？那你不去处罚进口人，你来处罚我报关业者，不是我们报关人来做你进口人的一个代罪羔羊。烦恼有闹到，关务署佫分3阶段慢慢取消并地通关，相近12月初1开始，就会全面取消并地通关。报关业者批评政府将非洲猪瘟所有罪责拢怪伫报关行，喊声行政院甲关务署应该加强对买人处罚，唔通一直减少报关行的生存空间，影响因的生活。报关业者他在承揽、他在做这些报关业务的时候，本来就负有诚实申报跟安全递送的这些责任嘛。那所以他违反我们关务相关法规，我们只是依法裁处，有一些就是比较加强的一些作为，主要也是为了要阻绝非洲猪瘟于境外。关务署回应，报关业者有义务把关进口货品加强管制，全面取消并地通关，佫是为了防堵非洲猪瘟，避免非法进口发生。买人违规进口，会由其他组织机关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县议会议事邀请所有议员、乡镇市长代表会，针对着县市合并开会讨论。大多数的人拢是表示支持大新竹和苗栗来合并升格，而且认为讲，若准明年前要来合并，时间上过迫啊，应该以2026年做目标，慢慢来规划。新北县议会针对竹竹苗合并进行讨论，会议主席议长张正良指出，若是无承受财政收支违分法，未来升格预算空间的无法度增加偌济。另外，有议员讲合并是真复杂的问题，无法度2022年就完成，建议以2026年做目标。县市合并或改制增加之预算，将会被
庞大的人事费用吃掉，在争取中央各部会建设计划中，地方自治筹备款将会提高的比例，反而增加地方财政的负担。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台湾着想，我们就必须大家说好，以2026年为目标，一起去修正我们的行政区域法，还有财政收支重划法，还有我们的地方制度法。针对有议员烦恼升价了，都市甲乡镇之间的差距恐惊会变大。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陈建明嘛提出看法。新竹合并再升格其实就可以得到这个资源挹注的成长会非常的大。那用这样子的资源来挹注新竹地区我想这个关键是未来施政者要如何在这些区域分配这些资源。大多数议员都有出席会议，不过新北县的民进党2名议员并无参加。照目前情况来看，大新竹合并的议题，短时间内各界也有真侪无同的想法。记者周君和新竹报道。海上的明灯就是灯塔替船只指引方向。航空局最近有推出一个绘本，叫做《守护大海的人》，希望让学生囡仔会当了解到灯塔的功能甲价值。黑暗的大海当中有一撮黄色的光，迄是灯塔的光为讨海的人指引方向。看过灯塔的人号做灯塔手，因为灯塔手每日拢爱注意灯塔的状况，安怎照顾厝内的人是困难的问题。因为灯塔方面有爱用的外口真侪物件，迄时阵就较无方便。灯塔本身，灯塔怎发光，怎样保护灯塔，这是主要。其他是灯塔私人。员工事的生活安排。台湾是海岛国家，计共有36座灯塔。交通部航港局推出《守护大海的人》绘本，要让囡仔了解灯塔手的故事。守护大海的人，他主要在讲一位台湾的老灯塔手的，从他开始从事灯塔守护的工作的到结束，他不是像纯粹那么样子的平静。他随时可能会有面对不同的情况的，而且这个情况是他一个人要自己去面对。台湾的部分灯塔已经有做转型，加入和民众观光的用途。航港局表示，望未来有甲学校合作的机会，会使加强推动囡仔认捌台湾灯塔的价值甲文化。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每一个学生囡仔拢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高雄师范大学和嘉义大学合作，设计出一套科学活动，要让一寡特殊教育学生也会当亲身参与，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因为什么原因呢？那你们想想看，是因为对吸管跟绳子产生的磁力、摩擦力，还是重力？详细甲囡仔说明科学变化的原因。嘉义大学特教系学生正做科学升级关卡的关注，利用专门替特教学生设计的活动。好，因学习科学意识。我们山上的小朋友又本来的刺激就嫌少一点点就是他可以把一些抽象的概念很具体的变成操作的游戏或者是一些看得到的教材。设计这个特教科学的一个关卡，我们会去考量我们特教学生的一些能力上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会做比较多的一个知识的准备。嘉义县政府教育处表示，来参加活动的学生。大部分拢是有小可情绪，也是学习障碍的囡仔，配合高雄师范大学的特教资源，让这囡仔会当轻松入捌科学。今天这样的活动就是有融合动手做那让他们有科学探究的精神。是特殊教育的孩子，往往都是学习的弱势。那我们透过特别设计的活动，去拆解可能原本10个步骤的科学流程。一个学校的带队老师讲，特教囡仔的学习反应有时阵会较慢。透过专门让囡仔算哪学的科学活动，囡仔唔但欢喜，学习的效果嘛真正感受会出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云门舞集推出全新的作品来云门跳舞，除了呈现经典的站头以外，还有魔幻舞台秀，要让民众体验到舞蹈的水。抢到比赛，这两位跳舞的人伫个舞台上交汇，敢若亲像水分子，相关遐尼清纯净。这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的作品《白水》。即使现在有着非常精良的摄影设备，也没有办法完整的记录这个观众与舞者交流的当下。哪怕我只能感动全场的一位观众，哪怕我只能感动他一瞬间，也是身为舞者最大的荣幸。
因为疫情的影响，云门舞集留伫台湾的时间变较多啊。今年甲企业的合作推出加云门强舞以及来云门跳舞两大系列演出，是疫情确立了后云门的头一档节目。舞台悬吊顶间甲声光系统伫音乐锁顶档，伫来云门跳舞内底，毋但呈现云门的代表作品的片段，开场由技术人员所带来舞台魔幻表演。这一些技术的伙伴们就也想要跳舞，那只是他们把这些想要跳舞的状态 key 在键盘上，让这些在天上的灯或灯杆也随着音乐起舞。不论是透过线上，或者是透过其他科技的协助，是不是舞蹈还有其他的可能？咱台湾疫情慢慢较利落，为少艺文展演活动也陆续来登场。云门舞集推出新的作品，希望伫大家拢真困难的疫情年期间，民众也是有机会放下纷扰，感受舞蹈的美好。记者综合报道。东北云歌戏团的光华之君今年有入围团嘅金曲奖6个奖项，伫这个拜六礼拜特别甲高雄市国乐团合作，要伫咧画舞营歌剧院演出，带观众朋友先来去先看先赢。唐美云扮演的光华君、风流演导甲美少女主，拢有感情牵连。光华之君这出戏改编日本古典文学原始物语，描写作家丁夫人甲伊的爱人啊，佮有伊写的小说主角光华君的爱情故事。现实佮册中的虚幻小替换，规出戏不管是音乐、舞台，拢跳脱传统的歌戏。我演出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跟雨萍2个人都哭得稀里哗啦。对。就是我想，我们为剧中人所感动，而且也感动于剧中人他对于人生有重新不同的选择。要安怎甲原文有100万字的文学改编成做150分钟的歌剧，考验编剧甲导演，而且扮演丁夫人的黄武玲，原本是京剧演员。伊讲用台语唱歌戏是上大的挑战。他们都尽量跟我讲台语，然后我们在排练场上啊，就是只要一听到就是如果我咬字方面没有做到位，大家都会提醒我。光华之君今年入围团结金曲奖6项大奖，正正因为疫情暂停演出。这摆伫画舞营嘛是解封过后头一摆巡演，拜六甲礼拜2天的票拢已经卖了啊。记者邓亚文、外围做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澎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